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来讲咱北港的镇安宫，这伫咧咱北港三一景，庄头大家拢真信奉，拜千岁爷的。讲到三一景，国情有专工去请教庙方的人员，就是咱西市里四周围这几落的里，永早拢安尼，拢几落的里吼，就共庄头一个名。你像讲咱中华梨林万兴庄内底，就是永兴里、真兴里甲万兴里。啊，三一景的镇安宫，伊门口有一对连队。听众朋友，你讲到遮，要来甲国情问讲，啊，国情啊，啊，连庙的连队你也有兴趣哦？前礼拜国情啊，甲朋友提起，台湾文学研究的专家，这毋若顶辈人，佫真正的社会人，李兴昌教授，伊就表明讲。汉诗，台湾人所写汉诗，就是用台语斗句的。庙的连队嘛共款，所以国情今仔日要掠咱镇安宫的连队来甲你探讨一下。庙的连队拢是咧写咱家己庄头，啊内底吼稳重台语文学的学问传去四方。这连队顶队讲叫做镇定威仪，辉煌庙宇；下句讲叫做安宁德泽，和同心因。观众朋友，你有看出来？庙的连队往往头一字就是塔庙的名，镇定威仪，讲千岁爷的威仪，才造作这间真辉煌的庙宇。啊，讲千岁爷伊的神威安宁德泽，互咱国情头拄仔所讲的，咱这个庄头三一景遮有法度去体会到河东的神韵。啊，讲到北港，咱嘛知影讲头拄仔。咱看到镇安宫内底这顶神明桥，原来就是甲朝天宫顶神明桥，共这个师傅定出来。当然，北港几落项拢真出名，是咱这老辈较早吼电视你拢有看，人倒伫涂骹，竟然讲车甲交过，安尼无代志。六笑是功夫深，啊，另外北港佫轰动一项妈祖婆慈悲心，所以国情啊要佫招你来看咱朝天宫这队的连队，典故。讲叫做调野强占衣，孝德相交随海舞。下句讲叫做天人同感应，珠光普照遍蓬瀛。有影无？这对连队同款嘛是用调甲天做定义。调野强占衣，就是讲无论在调在野都是当啦。看到咱天后伊的威严，天后伊的慈悲，随海舞。海面遮各宇宙拢对伊真敬仰。下句讲天人同感应，珠光普照遍蓬瀛。这个蓬瀛，国情啊简单甲你拆开。瀛者解说叫做大海，蓬者无毋对，就是永早人咧称呼台湾叫做蓬莱仙岛。所以就是讲妈祖婆的行为，妈祖婆的慈悲，照遍台湾各所在。